那过来这是急难纾困有空芳，民众申请坐乱象，真正有袂少人想空想芳，要领这个1万块。屏东有一个太太摕到无现金的价金簿啊，要来申请1万块，但是公所的人员一个查，发现这个太太因翁拄啊用900万买土地，而且囡仔佫是公务人员，根本就无符合着申请的标准。啊，苗栗是有一个查甫人失业1档咯，嘛是无下资格，情绪失控，大声喊休。伊人走去啊！穿乌衫查甫人对公所人员伫遐大细声，连边仔修理摊口这个阿古里帮嘛，互伊弄破去，造成承办人员受伤。原因干那因为伊的条件资格袂使申请。屏东潮州镇公所申请补助金的人有够济，为要避免排咧发生纠纷，有加设一台付码机。中央提出救命钱，予有需要的人，也毋过听讲有民众小批脸，摕已经无钱的假金簿来申请补助金，也毋过互人查出来讲因翁进前才摕900万出来买土地。我们是以户籍誊本现在查阅他的资料，才发现说其实他的先生是具有一定以上的财产啊，然后孩子也任有公职。因为资格不符合，所以讲退回伊的申请。实际上，政府有事后查迄个机制，加上设计师有法律责任。一直到11暗时为止，屏东县总共收4423件，核定13件；高雄市总共14765件，核定534件；新北市22517件，核定426件；台中市12000件，核定28件。可见审查机制有一定的标准。高雄市政府竟然讲有人无了解申请的资格，加开一台纾困专车到各大公有市场去解答。各区公所基层的人员无协助民众咨询、看资料、审核，就是要让这个救急救善的救命钱，保护真正需要的人。